步伐唔使驚，遲來先上岸。Hello，咁多位，歡迎嚟到 Winch 嘅分析頻道。今日嘅港股、美股市場其實都係有所反彈嘅，只係反彈嘅力度咧唔係好一致。咁後續是否會迎來一波更強勁嘅反彈呢？還是說會持續低迷轉移向下呢？咁今日嘅視頻我就會為大家分析後續嘅市場走勢。俾到大家一個明確嘅觀點，以及接落嚟嘅一個操作嘅一個建議啦。同時，我今日亦都會分享一個有效嘅判斷到市場底部嘅一個撈底嘅方法。咁相信可以好好嘅咁幫助到大家啦。希望大家多多地點讚分享。當然最重要嘅係記住撳個追蹤掣，就可以及時嘅接收到我嘅更新以及直播消息啦。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分析啦。我哋先嚟睇恒指啊，恒指方面咧19802係防守成功嘅並而且確今日係直接高開，基本符合我哋尋日視頻中對於行情走勢嘅一個預判啦。喺尋日極端行情嘅時候，市場上面大多數人感到悲觀嘅時候，Winch 我反而係樂觀嘅，並且係積極看多嘅。咁係靠估㗎嘛，並唔係，而係依靠我哋技術分析以及客觀嘅指數數據嘅一個輔助啦。咁今日我都將呢個港股撈底嘅呢個工具、呢個數據分享到俾到大家。咁呢個工具係咩呢？係 VHSI， 中文名係恒指波幅指數啦。咁代碼係800125嘅。喺美股市場與佢類似嘅就係大名鼎鼎嘅恐慌指數 VIX 啦。點解話 VHSI 咧就係非常有效嘅一個撈底工具呢？咁我哋可以結合歷史行情嚟回顧嘅。當然啦，呢個位置到佢已經突破咗係咪啊？已經到咗47.2嘅嚇。點解47.2？咁歷史上到呢個位置嘅有幾多啊？我哋去睇啦，45到44.61，佢突破呢個位置嘅恒指波幅指數突破呢個位置嘅時間有幾多啊？唔係好多㗎咋。我哋嚟睇一次係幾多啊？一次係咩時候？一次係2022年嘅10月25號，仲有呢2022年嘅3月15號、2020年嘅3月12號以及2015年嘅8月25號。咁我哋係用客觀嘅數據嚟睇噶嘛？咁已經足夠啦。先從2015年嘅8月25號嚟揾啦，喺恒指度對應噶嘛，係咪呢個位置啊？2015年嘅8月25號，咁係咪處於一個相對嘅一個底部？咁後續咧反彈都係比較長嘅，係有反彈嘅，係咪啊？並而且確係反彈比較長時間嘅。咁下一檔咧，2020年嘅3月12號。以及2020年嘅3月27號呢個區間係處於44.61上方嘅。咁3月27號，咁呢個區間係唔係都係恒指喺個2020年嘅一個底部區間構成咗最低位？恒指嗰2020年3月份構成咗恒指嗰一段牛市之前嘅最低位。仲有呢2022年嘅3月15號啦。亦都是嗰一段階段性嘅一個最低位，係咪最低位？仲有呢2022年嘅10月25號啦，係咪2022年嘅10月25號？咁後續係點行㗎？係咪又係大升嘅？咁而家呢？而家佢有一次嘅，就好似尋晚尋日佢係又係一次突破咗44.61嘅。就係到咗我哋一個比較高嘅一個位置啦，所以我都判斷到咧，尋日嘅下跌係一個唔錯嘅我哋一個入場佈局嘅一個位置，因為佢哪怕佢係繼續下跌，佢嘅跌幅空間都唔會好大啦。呢個位置係我哋入場嘅一個客觀嘅值博率較高嘅一個位置啦。當然啦，我哋做交易要贏錢，並唔可能係單純嘅依靠一個工具嘅，而係多方位能力嘅一個綜合比如話基本面，比如話技術面，多種技術相配合。不過我相信，當你嘅分析能力以及市場嘅認識可以令你
做到對行情以及目前嘅一個位置有一個大致判斷嘅時候，你就會減少迷茫，操作起身都會更加嘅果斷，並而且確得心應手嘅。咁目前恒指仍然係咩啊？仲係我哋一個關鍵位置19802揾支持嘅。繼續喺呢個位揾到支持嘅，咁我哋可以繼續按照我哋嘅策略去執行，繼續喺呢個位置大膽咁撈貨，唔需要悲觀，都唔需要恐懼嘅，我哋大膽嘅咁執行我哋嘅策略進行佈局就可以噶啦。咁我哋繼續嚟睇標普啦，喺尋晚視頻嘅4分55秒明確嘅表示美股係一個急速反彈嘅一個需求嘅。我提示大家唔好追沽唔好追沽。當時標普還喺幾多附近啊？標普還喺4840點附近嘅。咁而家呢，而家分析標普嘅時候咁我哋而家分析嘅時候，今日分析嘅時候，標普已經嚟到咗51375100點上方嘅。咁喺而家咁樣嘅一個大波幅嘅一個市場咧，盲目操作係好易兩邊都挨打嘅。你無論係做 call 或者做 put，你都好易兩頭輸錢。咁我哋點樣操作啦？不變應萬變，我哋繼續保持觀望，按照我哋預定嘅計劃，等待一個高位沽空嘅機會咁出現啦就可以啦。咁我哋整體一個策略係咩啊？整體嘅一個策略係維持4月7號嘅策略唔變嘅。咁我哋港股呢，就係低撈機會出現，我哋繼續配置港股資產，保持耐心keep 耐心，跟住控制倉位。咁美股呢，美股市場我哋就繼續嘅耐心嘅等待反彈後嘅沽空機會。咁具體到邊幾檔正股呢？港股嘅3檔一個係700啦。騰訊控股9888百度集團以及9997康基醫療嘅分享俾大家嘅關注價格係幾多呢？我喺視頻度都有詳細嘅咁講過啦。尋日分享到俾大家幾多？700騰訊控股第一買點係幾多？就係現價442蚊附近442蚊附近第一買點。咁第二買點呢？396蚊4毫子附近呢係第二買點。咁呢個位置我哋就無需恐懼啦，我哋可以大膽嘅佈局。9888百度集團嘅買點係幾多呢？買點係75蚊附近之前嘅話前低73蚊7毫子附近。咁佢目前係咪已經企穩咗佢嘅低點啦？係幾多75蚊附近就係一個比較唔錯嘅買點啦。咁9997康基醫療呢？康基醫療係佢嘅千日線千日線6蚊4毫子附近嘅。咁佢今日最低位幾多最低位6蚊4毫6都係佢已經有個反彈嘅跡象啦，都係一個比較唔錯嘅買點大家都可以考慮佈局嘅9997康基醫療。咁美股方面咧，暫時都冇任何分享嘅正股嘅。咁我哋總結啦，咁恒指繼續係提升嘅關鍵支持位198022號支持位咧下方嘅18845啦18845。咁美股咧標普500方向咧繼續都係提升嘅。咁關鍵支持位咧係406.4以及4661嘅1號支持位以及佢嘅2號支持位。但係咧今日要有一個重點，就係咧重點要關注嘅係幾多關注呢個0.618佢嘅位置係5117.1嘅。我哋關注標普能否係今晚收復翻5117.1，收復翻佢5117.1咧，佢嘅支持位就會向上移動嘅，佢就會多一個支持位。但係如果佢失敗咧，失敗嘅話就會繼續向下探底嘅，係咁噶啦。好，咁今日嘅內容咧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啦，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出片嘅動力。咁都希望今日嘅內容咧可以俾到你參考嘅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